送給大家時間的碎片。怎麼可重回出生的光線？怎麼可重回緊張的初見？連着第一天新鮮那場面，曾哪怕宣言，時日裏每頁也破損，最終嘆息厭倦。願折返第一天，混亂裏找尋新的支線，再過好生活，這個好青年，要數秒針，從遊到咗光陰反轉第一天，是熱愛戀重鋪生命線，怎意料每條航線也同結果，也只想回到後年。幾多感情回歸中給欺騙，幾多生命回首中給污染，由玫瑰起中標那圓圈，能復現姻緣，日記簿每頁快揭穿，看懂還未看穿。願折返第一天，混亂裏找尋新的支線，再過好生活，這個好青年，要數秒針，從遊到咗光陰反轉第一天，是熱愛戀重鋪生命線，怎意料這循環線也同結果，在終點也在於今天悔恨當天，哪怕已經重寫千個嘴言，小説定配合情節往常理發展，當宇宙再無時間也無結果，這篇章才有伏線。怎麼可從回憶中的光線？怎麼可從回想中的初見？